你知唔知道最受中國人歡迎嘅日本卡通，同埋喺中國最具人氣嘅日本歌啊，都分別指向咗邊一個名呢？咁你又想唔想知道呢隻歌最好聽嘅版本啊係咩樣呢？唔好劃走，即刻帶翻你隻耳機。今日我就俾大家好好感受一下呢隻可以令大家夜青回嘅歌到底有幾咁好聽啊！Hello， 大家好，我係華哥仔。喺前排我喺竹內亮導演嘅視頻平台上面就碌到佢發起咗2個投票，分別係最受中國人歡迎嘅日本動漫，同埋喺中國最具人氣嘅日本歌曲投票啊！咁經過網友嘅一輪投票啊，男兒當入樽被評為最受中國人喜歡嘅日本動漫啊，而佢嘅其中一首片尾曲《直到世界盡頭》啊，亦都喺仲未結束嘅中國最具人氣日本歌曲投票活動入邊啊，俾唔少網友投下咗神聖嘅一票啊！咁到底呢隻歌最好聽嘅版本係邊個呢？佢到底又有幾好聽呢？今日我就攞佢高清重製版嘅片尾 MV 配翻我自己捉鬼嘅音頻，俾大家好好咁回憶一下青春啊！呢個答案我哋會喺 MV 之後揭曉，我哋馬上去片。大都會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互いの全てを知り尽くすまでが愛ならばいっそ永遠に眠ろうか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咁呢一首《直到世界盡頭》啊，由於當年發行量極其之大啊，所以咧佢亦都係由東芝同埋30兩間公司去一齊壓碟啊。但係咧喺把聲嘅表現嚟講，東芝版啊要明顯比30版好聽唔少啊。咁依家大家聽到嘅呢一隻背景樂咧，就係由東芝版捉鬼出嚟嘅聲音表現啦。咁雖然視頻咧係經過壓縮處理啊，但係都係可以聽得出同大家平時碌到視頻嘅音源咧係要好聽唔少嘅。咁中意呢隻歌嘅朋友可以優先考慮呢一個版本啊！相信大家聽到之後咧，一定會被呢一把聲所感動啊！好啦，今期節目就到呢度，靚啲分享，我哋下期再見。